台湾四面环海，大海就是咱的冰箱，所以咱这海产是有够济啦。渔民辛苦出海掠鱼，拢活跳跳，起来拢活跳跳的。哦，这种工作真正是真辛苦，不但大爱在体力爱好经验嘛爱有真正靠天咧食饭半暝无困咧卖鱼仔的坎仔顶，因遮尔拍拼，只是为着要将台湾的好滋味，用上好的面容出现伫你我的眼前。原来幸福、平安、知足，就是上好的台湾好滋味。公司台语台，台湾好滋味，上怀念的迄一味。